观众朋友，今日过好么？感谢在拜收看我哋呢福喜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常常我看到火炭还有木炭，但是有谈过发现炭冇？唔知个地讲，其实我哋平常用嘅火炭、无论木炭，唔单止可以我哋拿来烘东西啦、煮饭啦，其实一般可以除湿、消除。我哋今日有想到係來自我哋屏東女埔嘅，伊啲專門做炭業嘅一啲公司，普工炭業。我哋有請到伊哋嘅創辦人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做乜嘅會想要開業嘅普工炭業。同時，我哋有請到有同事來到我哋嘅現場，同我哋分享到有乜嘅炭類嘅製品。我哋第一個分享到我哋嘅創辦人劉建平，劉到我現場，建平好。祝新年。大家好，我是来自屏東內埔的劉建平。好，同時有位同事嘛，又來到我現場，我哋李怡瑤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屏東內埔的老爺李怡瑤，大家好。今日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因為講到我哋炭啊吼，其實我哋最早期除嘅講我哋嘅火炭以外吼，比如我哋就以前嘅時候愛煮飯呐，嘛個吼仲可能用樹炭嘅，但是後來工業社會以後，如果少有人用炭嘅，但是後來最近以前我有聽到講用樹炭嘅係乜嘢？日本人。講嘛有一種竹炭呐，吼，可以拿去邊去飯地鍋去煮飯。但是慢慢地，最近又發現到個，台灣開始有炭業，有人嚟做炭業呢件事情，而且唔係講用嚟像以前種煮飯用嘅。可是我哋今日看到嗰啲女僕嘅吼，有一啲專門做炭業嘅一啲公司。我想問一下建平，幾時時我想要去創辦一個炭業嘅公司咯？因為我以前是職業軍人。然後最早的時候，我們有這個採購這個木炭啊，然後這採購完的木炭呢，我們就給它放在這個櫃子裡面。因為我本身我是職業軍人，那我們難免在操演操練的時候都會有汗臭味嘛。然後我就發現說，這個炭它放進去之後，好像它的除臭效果還不錯，那我就想說，這個東西，它有什麼樣的功能性？然後我在我退伍的時候呢，我就去發現說，他去找到這些，這炭它有很多種不同的炭，那我都有嘗試過，它每一種炭它的除臭效果如何？那後來一直到真正退伍之後呢，我就是在那個台中的百貨公司呢，我就看到有這個展出來有木炭啊、竹炭啊這一系列的產品，那我就去想看一下，它這些炭它有什麼樣的市場，要怎麼走，怎麼去賣。等到我退伍的時候呢，我就想說，去走這一方面的路，那我也看到說，這一個產品呢，它現在，在用途上、用法上面，有什麼不一樣的區塊啊？因為人哋講方來，其實算是一個改新的一個領域啦，吼，一個很新的領域。咁唔知咁嘛講，喺周邊的世界，因為有用到有個碳啊嘛，因為講有個消除的一個功能改好。但是對於一個新的領域來講的話，你那個時候除了去看到百貨公司有在賣，那你那個時候有調查過說，譬如說以台灣人那個時候的使用狀況來說，我哋用碳的習慣係乜嘅喏？一般大部分用炭的習慣都是用在於燒烤類啊，或是說我們燉那個煮牛在使用。那我們要把這些炭用在這個除臭啊，還有這個枕頭、衣服上面來講，其實大家也不太了解。那我在這個百貨公司裡面看到的，它有很多元啊。很多元的用途，那我就想說，那這東西我們也可以拿來看看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發展性。但是問題係，你幾時覺得我哋講貨源係哪裡來的呢？其實那時候的貨源我們是從
像他那个烤地瓜，我们路边上面烤地瓜的摊贩，他们有在用这个木炭啊。那我就有去问他们说，你们这个木炭是从哪里来的？那当然他们就会很愿意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木炭是从哪里来。那我就从这个地方去找到这个我们台湾木炭最大的产地，在高雄的大树啊。可是你对这咩兴趣付出的啊？错。那这样子，你看你已经开到更加嘛有一段时间了嘛哈，那你现在对木炭有比较了解了吗？现在对木炭来讲，在基本分类还有运用上面，其实是已经算是蛮清楚的。应该算专家啦。不敢说，不敢说。但是你咪同咱观众朋友讲一下讲，简单来讲的话，我哋木炭有哪一种木腔的分类啊？我们木炭一般来讲，现在就有区分为高温窑烧1000多度以上的高温木炭。那它的特性就是没有烟，没有味道，然后具有远红外线的功能。那这远红外线的功能呢，我们就可以拿来像做纺织衣服啊，或者是说做这个我们生计用的这个皮瓣面膜，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那我们还有一些在烧烤类来讲的话，它的温度够高我们在烤出来的肉才能够达到外熟内嫩。那还有我们一般外面可以买到的中低温木炭，那这一些木炭呢，它会比较有一点烟，一点味道。那通常烤出来的时候，我们吃到会有一点木炭的味道，那就是这一类的木炭。那它因为现在我们讲究健康安全，因为它这种木炭它有一些焦油、一些致癌物，所以在我来讲，现在我们都不太去推广。那还有一些就是活性炭的部分。主持人刚才有说到，活性炭这个东西又是做什么的呢？那它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般木炭在加工制造，让它经过高温蒸汽的时候，把它毛细孔打通，变成一个很好的吸附材。那这个吸附材，我们就可以去过滤水、过滤空气，那把这个可以发挥到很好的作用。那我们一般用在空气滤净机，也有用到这个口罩。嗰種活性炭的意思，你講而係後來用加工的意思，把嘢嘅嗰種抗體變過大一些，而沒用燒的嚟燒出來。對，它不是用燒的，它是在碳原本的基礎上面，我們經過高溫蒸汽，利用高溫蒸汽的高壓，讓它海綿化，那它的孔洞把它擴展出來之後，它有增加它的吸附力。嗰時我哋真係會談到講嗰度，個活性炭嘅東西唔單止可以用，嘛可以食，但是你頭頭要講嘅，我哋要高溫炭，還有中大溫嘅炭嘛，因為高溫同中大溫係講，而燒嘅時節係高溫、中大溫，還是講而發出來嘅熱力係高溫還是中大溫咯？它是高溫炭的時候，它是在我們木炭窯的這個階段，它就是用1000多度去燒。嗰種以燒嘅時間都高溫。對，它燒的溫度很高。那它在出爐的時候呢，因為我們經過高溫燒的木炭，它具有遠紅外線，那遠紅外線它也會增進它的熱滲透，所以我們拿來作為燃料燃燒的時候，它的溫度也比一般木炭來得高。那我們中低溫木炭的話，它就相對的就沒有那麼高的溫度了。係咪講因為中大溫嘅時節變成個一地步有嗰種雜質，冇辦法燒槍，冇辦法像中高溫的它可以燒得這麼的精粹。可是中低溫呢，你可以講地步可能會有一些有害物質留喺體內，冇得講會有氧化的意思咯。對，一般我們溫度如果不夠高的話，
我们木材里面它的焦油物质、跟挥发物质，还有木质，它没有办法完全的挥发出去。那一般他们烤肉在讲说，中秋节烤肉啊，或者什么，他们医生会讲说，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吃，源自于说中低温木炭里面这些物质会挥发出来，所以它会造成我们闻起来它会有烟味，会有致癌物。那所以它的差别就差在这些。原来是安的吼。我说谈好了，其实探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几专业的。甲以后呢，你做嘛想我来参加这个行业咯？其實拄好，我想要揾一個新嘅投入啦。我想要航路啊，去眼鏡以下都會提防做些啊。伫尼泊爾做好誒，看到尼泊爾有一個做木炭咧，冇想安尼多啦，想講去做看看咧啊。伊去做法，我講到誒，其實我講到，那有按多的東西。按多冇聽過東西。我都冇談過。貝長炭啊、菊花炭啊、活性炭啊，做嘛嘅用嘛嘅，我都冇談過。安尼慢慢嚟做，慢慢嚟做。嗰時等於講，其實有幾多嘅偏向，我慢慢嚟記啦吼。嗰時下一段節目，我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你都係記得某個東西，同時同埋小記係記唔帶來嘅東西。嗰時看到入邊，我發現到講，一般我哋講，我哋行業嘅時候發現到火焰龜炭，原來係我哋用嘅係中低溫嘅一種炭。咁講到講，唔見咩用係一啲高溫嘅炭嘅話，而可能都冇按到火焰。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嗰精彩內容哦。歡迎過來福喜來嘅，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內埔嘅蒲崗炭業嘅創辦人劉建平，還有以下嘅小編，我哋李瑤來到嚟現場度分享講，當初做乜想愛創辦一啲幾專業嘅炭業，我總想問一下，因為佢上個節目地方已經有睇有講到講，你即個係因為想講，喺內埔嘅尋工作，嗬，叫我尋到一啲。這個談都冇談過嘅，可是我以當初我以記到等於產品嘅時間，已經花幾多時間吧？係錯啊！唔知就揾藝人討價，慢慢即個慢慢摸索啦。嗰時而家討價坐喺隔壁，嗰時我哋而家馬上來考一下講，你乜最咩難乜考呢？從啊順便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譬如講我哋今年其實帶來幾多嘅產品嘛，嗬，那有因為好多人哋咧討價嘛有講過，你有高溫炭啊。中大溫炭嘛，還有發性炭，可是頭都其實幾想滿意講，咁外地呢可能做嘢高溫炭還是中大溫炭，嗰數講出實際冇人，你記唔記得喺產品裏邊，你係咪同我哋開始嚟紹介一下，同時同我哋紹介一下，也要貼心好冇？哦，可以啊，嘿。你用筆的都可以哈。首先，你看到安尼無數數一支一支講。米的都無數數。一支一支國獎嘅貝長炭，貝長炭。當講高溫炭。你看到係正方形，中間一個圓圈圈，那就竹炭。嘅竹炭。還有個看到前面那國泰嘅國獎嘅，菊花炭。菊花炭。嗰時我哋而家看好了一支一支嘛，有嗰種樹枝我哋講樹頭嘅指甲嘅線咧，算是高溫炭。因為等於如果講初頭我哋調價有講，伊係用過高溫，以前人土去燒嘛，等於講伊把地位木質部啦，叫做插着，全部燒起嚟，但是伊還是保留伊啊嘅樹頭嘅原來嘅線。叫至少我哋看得出來，冇嗰無勁啦，冇嗰無勁，嗰種係我哋算高溫炭。但是唔講嘅中間有啲強嘅係竹炭，但是我以前看到竹炭路環看上竹咩地樣嘅呀？冇強用啊，等於竹炭嘅冇強用，它是你可以想象，它可以用來室內取暖哦。沒有磨咪沒有煙。就等於講，以這個燒嘅時間，都唔會有煙味。你行用嘅嘛唔會有煙味。嗰種像我哋竹炭，以這個本身係再制過化，高壓壓級。等於如果有再制啦，唔係講竹片原來的那個，因為我哋以前看到竹炭，還有那種竹片的那個形狀嘛，或者等於講它其實是。
再制过的一个制品啊，一粒一粒要给起嘛个呀？迄个活性炭。哦，叫做发性炭呢。佢一般来讲嘅话啦，吼，发性炭可以用嚟用。哦，角度呢，伊个用途角度呢。比如讲，比如你新屋诶有米吸装潢的味道，它可以吸那个。我讲甲醛的米土，然后伊啲油漆，係個米土其實幾衝嘅。嗰種嘅對身體唔好。啊，嗰種你用化學去壓那個味道。不然你就乾脆用這種天然的活性炭吸那個味道。但是咪人哋用呀發性炭去，咪人講去燒厝嘅時節啦，吼。伊安用嘅標，伊標嘅題屋嘅房間最重要啦，還是講標嘅通風嘅地方咯？都可以，都可以，它的吸附效果是很廣的，都可以。咁一般來講話，譬如講我哋而家有屋嘅人裝潢好，嚇，如果亂土講咪嗰種甲醛嘅味道，冇得嗰種膠合的味道。咁你幫我哋係咪講我哋按呢屋以前？先去買一啲發性炭，用一啲地杯，然後別關你2-3日。差唔多我用。好，2-3日，不用有米土。嗰時如果米土會被吸收hết。錯。咁用hết以後，以後用嚟處理啊？用了以後，你還可以在日曬，你拿出去曬日頭，個曬一邊，還可以用一擺。哦，安尼哦，等於講一般可以再重複利用出嘅，曬過日頭以後。萬可以再用一擺，好，咁ทิ้ง一擺也好咯。ทิ้ง一擺就唔好誒，因為它已經有味道了。咁ทิ้ง一擺以後，咁一樣用嚟處理咯。你可以轉那個廁所。哦。等於如果把伊用到冇咁樣嘅地方，你想用我哋有時講我哋，譬如講我哋煮個咖啡嘅咖啡渣，可以不用喺冰箱地步去做除臭氣的意思。哦，嗰所以等於你講，我哋大部分嘅除氣。算是除出以後，後來都可以標緊我哋嘅偏手地杯。哦，多多少少也會一個效果還是有啦。哦，嗰種發現它有也會一啲特殊嘅一啲效果。嗰種因為佢面唔係有啲像保護來，嗰種平常用嗰時你用我哋保護來都好，還是要像我哋散開來都。都可以，都可以。保護來你可以放衣櫥，你鬆這樣散開來，你可以放地板那些，都可以。還有啲個頭先講嘅鬼講誒，乜咁多菊花炭啊？菊花炭這個都是日本或韓國他們在茶道，就是我們在喝那個茶的時候啊，他們在溫茶、溫水，然後溫完這水之後，他們去泡茶。那大部分他們都是用這個炭。那它這個炭呢，它的特性也是沒有煙、沒有味道。那像他們日本跟那個韓國，他們北部比較寒冷，那他們就會用這個去做室內的取暖用途。等於如果伊可以提一啲維持一啲溫度，然後從事維持嘅久，會比一般的火炭來講嘅話，伊也會嗰種維持溫度嘅功能個久。好，因為頭都有講到嘛，其實伊可以維持房間地部嘅嗰種燒暖嘛，因為一般的樹炭嘅可能燒到一下一路滅hết嘅。好，但是以前就從我哋嘅減皮一直就在講到，哎，伊乜呀煮鳳肉。對。其實以前我煮鳳肉做嘛，我有啲按太樹炭嘅，因為一路真係愛冇按高溫，個中大溫一些，但是愛燜過久。好，嗰時候用一啲按太樹炭嘅用一啲風爐嘅地方，用一啲我哋嘅灶頭嘅地方，用伊慢慢嚟煮。好，嗰時但是講有按嘅一啲樹炭嘅話，其實都可以維持一啲溫度，但是唔是一種伊慢慢會出火，然後但是也可以維持溫度幾久。咁種頭都有講我哋啲高溫炭地步呀，一般來講我哋買高溫炭都貴咗嘛咯。可以行用。行用。你高級料理和牛店請好哦。梗係啲啦，梗係啲啦。頭頭我講我哋用買嘅貴嘅炭啦，梗係啲。但是一般人我哋買貴可以做嘛咯？天當然唔啲，可以煮水。煮水哦，煮水煮飯煲湯，嗰當然唔啲。可是問題係，伊迄炭呢，比如水裡邊，比如米裡邊，唔會糊喺它。唔會。哦，唔會糊喺。等於講伊已經燒嘅過程地步，也要插質都全部燒槍嘅。嗰種可以
在煮茶的时间不用入去，嘿，啊，伊会把水分的杂质全部去吸收。嘿啊，它本身还有一些矿物质啊，其实对人体是清喉的，嘿，清喉的，嘿。咁因为而家人大部分人用嗰種人講電熱器去煮茶嘛，咁等於你講人哋煮茶時，你哋冰入去，冰入去，嘿。好啊，你平常安尼冰的水瓶嘛可以。哦，安尼哦，咁安尼發，你像人頭都講嘅發生碳氧嘅，一般來講人煮茶有時就會有茶腳，好，會有茶腳提嘅嘛，嗬。咁一叫人哋愛揾係幾碳啊？差唔多吼2到3個月。2到3週日，因為我以前啊咪有望過，有時嘅茶腳如果冰提嘅。如果你講那個碳上面如果慢慢的擦掉，其實是啊，提的問題，還可以再重複使用嗎？重複使用可以。提給滷槍還滷槍，唔會浪費啊，係可以用。好，嗰時等於如果其實一般來講煮飯嘛可以。可以哦。一般可以煲湯哦。煲湯。我俾你試下冇？唔係啦，我覺得排骨都裡面的排骨都安糊，哦，就直接不用煲湯地煲，實在是讓撈出來。啊，你這個有試驗過冇？有。啊，味道有改變哈？味道還不錯啦，還比我平常煮的更好吃。應該係我有實驗過，我有實驗過。應該係一般嘅調味過好吧？但頭當我哋看到一罐一罐的幾麻嘛？係一罐一罐哈，這是我哋頭家自己研發的，都天然的東西，木醋液、木醋酶。因為現在就是你的有機環境、有機耕種，講究無毒家園啦。盡量不要用那個農藥，那我們就建議說，因為我哋屏東呢邊嗰度中強的啊、反酸啊、雷蒙馬油，都可以用我哋木醋液。盡量就是天然的去增加果樹、水果、米烯，等於個天然的驅蟲劑的意思嗎？它是除了驅蟲劑以外，它也兼具讓植物的養分吸收能力會提高。哦，真的哦。對。因為我一直有感覺到講，都在問嗰度木醋，因為以前我哋第一排看到木醋液啊，你問個碟咧睇嘅腳大下啊，好碟咧腳大下又可以問個樣，我都想講媽嘅東西咯，你問個要，大部分人講煮醋液啦，哈，做個去腳出來啦，哈，但是而家又有講用薯條去腳出來嘅，我就想問下，乜咁多木醋液都係很容易做出來了。木醋液哦，就是我們木頭裡面。它裡面有這個植物酸，它的纖維素裡面有植物酸。那我們經過碳化爐把它燜燒之後，加溫燜燒之後，它把它萃取出來的這個汁液。那這個汁液呢，我們可以用在於肥料，還有醫療用途，那也可以用在化妝品等等的地方上面。那這個東西它可以用在，比如說像我們在種植植物的時候，我們會有一些蟲害，它可以驅趕這個蟲害。那如果是說用在土壤裡面的話，我們植物土壤裡面它會有一些真菌、霉菌，它也可以把它做消減的動作。可是我的糖工聽起來啦，它是屬於比較酸性物質嗎？對。它是屬於酸性的，好，就是算是微酸性啦。對，它是微酸性。好，因為講木醋液嘛，其實我都想講，做乜要用醋這個字哈？嗰個湯人的意思，你講其實你開始愛做湯的時間，前期我哋呢樹誒整個也係有會留給可能講樹枝本身的樹葉、樹的液體，然後呢流出來嗰種收集起來。它是就是樹纖維裡面的這個酸質，那它經過加溫加熱裂解碳化的過程的時候，它會冒出來的這個煙水霧，那我們經過我們的自己設計出來的這個設備，把它做冷凝的效果，把它冷凝下來，那這就是我們在做木醋液的前期的工作。是。嗰種談行來，其實喺我哋嘅腳碳咧，伊啲高層地方嗬，其實我有幾種無強嘅產品，咁我哋咧普講碳壓伊嘛，把無強嘅產品去適合到我哋生活地方無強嘅用途，休息下喎，喺嗰隻網圍嗰度嗰精彩內容哦。
分享过来福起来嘅。上到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内埔嘅浦江产业嘅创办人，我哋刘建平，还有我哋李友嚟到现场，同我哋分享讲，到底艺人嘅产品有哪度？我想请问一下建平哦，因为头先已经有说明讲，他用譬如木醋叶一啲熟悉嘅来源，但是我哋提供其实对以前来讲嘅话啦，吼，其实烧炭一件事情本来都係一啲科研具體嘅工作，尤其係以前嘅話，我哋可能把幾多炭吸下放來，或者社會嘅產業量壓啦，然後會產生幾多嘅嗰種科研，嗰種幾多嘅我哋講做炭嘅工廠，大部分係實行，一方面伊當然係熟悉也俾資源嗰方面，一方面嘛係撇開講人嗰多嘅地方，咁更加沙飛地方重新做係炭業嘅話，也俾譬如講做炭嘅過程地方，其實污染能用嚟去處理啊。目前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以前在烧木炭的时候，都是一根烟管朝上，然后把这个木炭里面烧出来的烟就直接排放掉。那现在呢，环保意识抬头，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做，所以我们经过我们参考日本、德国还有欧洲他们这一些先进的国家。他们在烧炭的这个工厂，我们去参考他们的设备。那回来之后呢，我自己独立研发出来这个排除烟害的设备，而且它可以收集这个木醋液。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经过10几年的调整。那现在我们调整到比日本、德国他们来得更好。那其实除了木醋液以外呢，我们也有注意到说，这个设备它能不能再更先进、改良得更好？咁等於講嘢一路行路已經愛做幾多功課，用怎麼樣以設計嘅真實會污染個社會嘅工廠，因為其實而家台灣人都按到，土地嘛按寫。嗰種地講，即個唔管而家工廠實現嚟，其實隔壁可能都有鄰舍，都有鄰居，嗰種其實你真的要排煙嘅時間，我相信很多鄰舍馬上都會有意見。咁從而家來講，反正嘛10公人嘅嘛，然後其實對於佢是因為講，嗰種要那要火炭可以用，一直都更加嘛設計出按照目標用嘅啲產品咧，有多多困難嘛？其實我們現在在做這些東西啊，遇到最大的難題就是說，我們要找這個可以燒炭的位置啊，我們就必須要先去評估環評啊，我們要先環境評估，說，這個地方呢，它對於這個周遭的鄰居會不會有影響？那我們又要考慮到說，這個取材的地理位置有沒有辦法取到這個良好的木材，以及說這個場地呢，它有沒有這個水源？那這個水源呢，我們也可以作為這個控制煙害的一個使用用途。嗰種像人面對按度嘅產品來講嘅話，我想問一下，而家大部分係一道寫人的買嘅產品。其實冇一定誒，冇一定哦，係冇一定。嗰度係嗰種阿婆，有附近的白梅梅啊，係田橋啊用嘅都會來買，其實冇一定。還有像愛登頭家呢青年創業，然後他一定喺燒烤店用行用嘅都，過去啲嗰種料理店會用啦。咁一般來講啊，生活地方會用到冇？會啊，譬如講，你看。風人家滷鐵奶，可以用木醋液滷個強哦，一定那種清好愛的木醋液。嗰種嘅糖方來講嘅話，其實一種人嘅壽司嘛歸連同嘅我冇想到講我哋咧白梅要點拿來滷鐵奶，我相信講已經微酸性的嗰種特質，已經絕對可以殺菌啦，而且同時防霉。
好，因为每一句嘛可以会 decide 嘛。其實幾多我哋節目內容點樣啦？因為像我一開始嘅時候，我都有問過講，你當初做嘛退伍嘅時候想要做下產業，吼，你其實嘛想我講，你這個因為講有你的行業啊，吼，有你的補助，嘛我用我談，同時你家去百貨公司嘅時候嘛有看到，但是冇想到過10多年後，其實我也談唔單止有按到嘅產品。好無共用嘅製品，同時嘛有無共用嘅用途嘅啦，變得相當相無共用嘅用途。這10多年來，按行過去有乜嘅想法啊？就是我們這樣一路走下來哦，就發現是說，這最原始天然的東西哦，可以創造我們生活在未來的那個契機啊。因為現在我們生活上很多都是化學品啊，或是說塑膠類品啊，那其實我們慢慢也是會回歸到天然的產品，從最原本這個天然的樹，我們創造出木頭、木質家具，那碳化成為木炭，那它這種碳它加工成為藝術品或是生活用品，那時間到之後呢，它又可以回歸到土壤裡面。那創造一個循環，那它到土壤裡面之後呢，它又會幫助樹木的成長，哦，一個循環下來之後，我們發現它是可以這個永續經營的這一塊事業。但係如講其實在做碳嘅時候，有時就喺我哋記下來梳頭嘅，學嗰種以為這係而冇辦法講馬上去氧化就分解係，嗰時把它變成碳，一方面可以用我哋可以再利用，冇得講變成裝飾品。咁一般來講嘅話，譬如講我哋點樣買碳，用係的，而最尾可以用就用咯，也會嗰種重複利用係用咯。像我們一般要用重複利用的話，就是像廚師用的碳啊。它放在屋子裡面之後，它會吸這個水分，然後我們吸收水分之後，完了呢，我們可以用這個曬太陽的方式把水分排出去，排完之後，我們又可以拿在屋內裡面再重新讓它去吸水分，它不會像說這個化學藥劑一樣，我們這個化學藥劑，我們用在這個室內，可能用完之後讓廚師盒啊，用完之後就倒掉。那倒掉的時候，這些裡面又是化學藥劑啊，其實對這個環境是有所這個污染的。我們說有時節常常會有一種牌嘅除濕機，我從來想講，有時佢濕嘅時節用了一盒又一盒，我想講按你這一盒又一盒，佢都係走去哪去咯？好，其實我想到一件事情，佢像唔知講教育業嘅一啲行業以後有乜嘅想法？學習到輕多東西啦，因為一般刻板印象還有，烤肉啊，很多煙啊，結果來發現其實碳你用對地方，它是有第二生命，它是對環境是友善的，你可以顧到我們，讓我們下一代有更好的環境，又可以給老人家。第嗰度老人家，現在我們高齡化社會，老人家都住長照中心。長照中心有密西啦，係咯，藥物那些，已經住長照中心夠辛苦。我們說。然後我們也希望說，它可以用天然的木觸媒，我們也盡量去推我們自己研發的，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對，真的就是碳，其實用對地方。發現它是可以再融合到我們生活日常的非常好的東西。如果一般來講，我哋更加用到嘅化學品太多嘅啦，唔單止講我哋講去燒醋啊來講，除蟲啊嘛好，我都講一般來講我哋除濕啊嘛好，其實我哋化學品幾多。等於講，其實你看我哋古早年呢啲智慧經過算是現代嘅書法地步，你完全冇共用嘅。看見咩節目觀眾朋友，我發現到講，只對我哋嘅木炭、冇得火炭有新嘅無同嘅認識，同時喺一班冇想我嗰種我哋碌下有新屋啦，冇得講我哋真係做啲廚嘅一啲工作嘅時節，我哋咪可以考慮一下用我哋嘅木炭、冇得火炭來做我哋可以重新再利用嘅一啲東西。叫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分享安度阿精彩故事。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歡迎大家也可以來到內埔我們普光炭業來參觀，
休息一下，我得听下你先生来共我沟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